昨家己饲一台粪扫车的车道熊熊火烧，驾驶赶紧甲粪扫拢总倒逃出来，避免火烧车。嘛好个在真紧就甲火拍花，无人伤亡。清洁队即马要来调查，到底是啥无分类乌白搭的导火物件，因嘛拍算要来讨赔偿。好危险呐！粪扫车后壁煞出现大火，不过上早引起火的所在是伫粪扫车后车道，驾驶甲车顶粪扫倒出来，避免火烧车，嘛通报消防队。垃圾车人员在运垃圾的时候，听到有异音，下车查看，发现垃圾有起火的情形。那他们很机警的、迅速的将垃圾推放到道路旁边。那现场没有人员伤亡。你家可能家我唔知影讲是，可能有附近的居民还是啥。火真紧拍花，无造成人员伤亡。导火原因爱搁查，初步怀疑可能是危险物品无分类，等入去粪扫车，烧煎了后产生火星。嘉义市清洁队是讲，迄天是民众预约清理大型粪扫，派2台车到场，第一台先载走大型家具，留一台一般粪扫车收粪扫。除了预约的民众以外，附近的民众嘛是同齐来倒粪扫，爱查清楚可疑的物品到底是啥等的，嘛会看粪扫车毁损状况，考虑是毋是求赔偿。咱伫遐收的啊，袂记分类吼，甲我较早迄有一寡迄个啥类似打火机也是一寡物件吼。去年1月，新北市原来有民众甲雅士管啊当作一般粪扫单调，致使粪扫车伫咧扫的时阵刷爆炸导火，造成2个清洁员受伤。高雄市环保局嘛做文宣提醒民众，亲像锂电池、灭火器、粉仔的物件，也是高压干仔管啊，这种的危险物品，唔通直接等入去粪扫车，尤其是电池类，较会引起火灾，所以民众一定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